愛我哋主，我哋感謝你，在主日嘅清晨，你又招聚我哋嚟到你嘅面前，研讀你嘅話。主，呢啲係你俾我哋嘅福氣。雖然我哋在世間上遭受各種不同嘅試探與誘惑，但係藉着你藏在我哋心裏嘅話，以致我哋能夠知道乜嘢係你所喜悅嘅，以致我哋能夠遵行。主，我哋願意嚟到你嘅面前，求你自己嘅靈引領教導，叫我哋進入你自己話語之中，領受其中嘅心意，以致我哋真係能夠活在人前，成為亮光，照耀呢個黑暗嘅世代。主，我哋知道我哋不配，我哋軟弱，我哋甚至會落在魔鬼嘅網羅之中。求主你真係時刻叫我哋警醒，因為你嚟嘅日子近。求你叫每一個合乎你心意嘅人能夠找緊機會，將你嘅福音傳講，叫更多嘅人真係能夠歸入你自己嘅名下，成為你嘅兒女。主，我哋願意將呢個時間恭敬交上，求主自己與我哋同在。未到嘅弟兄姊妹，求你一一保守。我哋咁禱告，奉耶穌基督嘅名祈禱。阿門。好，請坐。我哋而家嚟睇《使徒行傳》第1章。我哋上次講到第14節，佢話這些人同着幾個婦人和耶穌的母親瑪利亞並耶穌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恆切禱告。咁我哋睇到佢哋睇見耶穌升天之後，呢班嚟自加利利嘅人聽從耶穌嘅吩咐，返到去耶路撒冷，佢哋做一件事，就係同心合意嘅恆切禱告。乜嘢叫恆切呢？恆就係時常不斷切呢懇切，佢哋時常喺度懇切禱告，係等候一樣嘢，等候咩啊？等候耶穌對佢嘅應許，就係聖靈嘅降臨。所以佢哋喺度懇切嘅禱告。咁而家第15節呢，佢話那時有許多人聚會，約有120名。相信睇見耶穌升天嘅人除咗嚟自加利利呢11個門徒同埋耶穌嘅家族，仲有幾個婦人之外呢，而家人數增加咗啦。咁即係話，在等候嘅期間除咗門徒之外呢，人數已經添加到120個。呢個數字點樣嚟嘅呢？係嘛？點解又唔100個耶穌話我有100隻羊，咁用100隻咪仲好？咁既然路加係經過點呀？深入嘅考察研究過，咁即係話呢個數字唔係虛假嘅，唔係求其嘅，係有根據。可能按照當時猶太社會要成立一個新嘅組織，一個社團，最起碼嘅人數就係要120個。
咁而家可能佢哋就係話喺呢個猶太社會裏邊，佢哋已經成為一個咩新興嘅屬靈嘅團體，所以要達到120個嘅規定。當然係咪因為咁樣就係120個呢？因為呢度唔係肯定，佢話咩約有咁而家我哋睇到佢哋聚集喺呢個樓房裏邊一齊仍然係同心合意嘅禱告。在呢個聚會嘅過程當中，下邊睇到彼得就在弟兄中間站起來說，我哋可以從呢一節聖經裏邊睇到兩件事。第一件事係咩？第一次稱基督徒嘅名字叫做弟兄，咁你哋睇到有咩特別？因為裏邊有咩？仲有婦女啊，係嘛？咁因此我哋就知道以前早期嘅教會稱呼弟兄就唔一定係淨係弟兄，睇到咩意思啊？你彼得佢若果係有所分別嘅話，佢應該好似我哋現在咁稱呼點啊？弟兄姊妹，係嘛？但係在當時嘅社會嘅形態下，可能因為男女嘅地位有所懸殊，但係起碼因為知道裏邊120個人裏邊係有婦女嘅，而彼得喺呢度稱弟兄，其實已經係包含咗咩？婦女在內。同時我哋亦可以睇到呢一個特別嘅地方就係話，初期嘅教會唔單止係弟兄，呢班婦女亦在當中起了重要嘅作用。點解啊？因為佢哋都係與弟兄同心合意，懇切嘅等候神嘅靈嘅降臨。咁點解又唔係約翰喺中間站起嚟咧？係彼得站起嚟，就喺呢句説話就顯示路加對呢班使徒嘅認識，佢認為彼得就係呢一個初生嘅屬靈群體嘅主要嘅領袖，就係彼得。因為我哋可以從佢一路嘅跟隨主嘅腳步，直到現在，佢都係最先開口嘅人，佢最鍾意發言。點知次次都點撞板，但係有一次係點係啱嘅，就係對基督嘅認信。所以我哋可以睇點解彼得可以成為呢個新興嘅屬靈群體嘅領袖呢？第一就係佢有對基督有正確嘅認信。第二，佢係耶穌從加利利去召門徒嘅最先嘅被召，係嘛？我哋睇見佢去加利利海，先見到邊個啊？彼得、安德烈叫佢，再見到雅各、約翰，係嘛？先呼召咗呢4個門徒。仲有佢係耶穌登山變像顯現個榮耀嘅真相嘅時候，佢有份，因為耶穌只帶咗3個人去嘛，彼得、約翰、雅各，對唔對？仲有最重要嘅點解佢可以成為使徒嘅領袖呢？就係佢經過耶穌3次嘅考問。
大家睇馬太約翰福音就係隔離21章160頁就隔離嗰頁啫。睇到嗎？嗰個最後嗰個標題點寫㗎？查彼得愛主之心。約翰福音21章。耶穌查問彼得，因為彼得曾經點啊？3次唔認佢，係嘛？所以耶穌而家查問佢：你愛我比這些更深嗎？佢話你知道我愛你3次。我哋睇第17節，第3次對他說：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嗎？彼得因為耶穌第3次對他說：你愛我嗎？就憂愁，對耶穌說：主啊，你是無所不知的，你知道我愛你。嗱，咁知道即係耶穌，你係神，你無所不知。我內心現在係點想嘅，你應該知道。冇錯，我以前係點啊？唔認你我跌倒，我軟弱，但係今日我面對你嘅考問，我從內心發出我嘅心聲，你係知道我冇虛假嘅。經過咁樣考問，耶穌點講啊？你餵養我啲羊，亦即係話耶穌親自將呢個帶領弟兄帶領整個教會嘅責任交俾咗彼得，所以經過呢個愛心嘅考問，彼得就成為呢一個屬靈團契嘅主要嘅領袖，所以佢就喺呢度站起嚟對聚會嘅人講。咁我哋睇第16節，弟兄們，聖靈藉大衛的口，在聖經上預言令人捉拿耶穌的猶大，這話是必須應驗的。而家我哋可以睇到猶大呢一件事，就係咩事啊？就係領人去捉拿耶穌呢件事係必須應驗嘅。咁而家耶穌已經被出賣、被釘，而家已經升了天，所以喺呢度我哋睇到事實已經係應驗咗啦。點解路加喺呢度特登將呢個猶大嘅結局喺呢度擺出嚟呢？就係要表明一件事，表明咩啊？就係猶大原本係有使徒嘅地位身份，只可惜佢貪愛呢個世界，貪愛錢財，以致選擇咗出賣耶穌，以致佢喪失咗呢一個屬靈嘅位份，呢個使徒。所以我哋睇第17節，佢話他本來列在我們數中，並且在使徒的職分上得了一份。呢個係耶穌呼召佢嘅，係已經俾咗佢嘅，但係佢卻走差了路，
以致失去咗呢一個位份。因此12個使徒裏面就缺了一個。而家彼得就希望點啊？從呢120多人之中點啊？揾一個合乎神心意嘅人去補上呢個猶大呢一個位份。咁而家我哋睇到第18節，佢話這人用他作惡的工價買了一塊田，以後身子腐倒，肚腹崩裂，腸子都流出來。路加喺度特別將呢個猶大死嘅慘狀喺度擺上。我哋睇到馬太福音講嘅時候係點啊？只係話佢上吊，自己上吊死咗。但係呢度又講佢又係好似唔同嘅描述，其實可能係兩件事嘅連續。點啊？我講過啦，可能猶大身體攞錢攞得多，食得點啊？肚滿腸肥，對唔對啊？吊在呢個樹上都承受唔起，點知啊？喺樹上跌咗落去個山崖下邊呢塊地嗰度，點啊？佢向前傾倒嘅時候跌落去個土點啊？嗰啲大窟窿咁啊，即係土掂地先，咁啊肚皮破裂，腸都流出嚟。佢點解會喺度擺上咧？就係話一個選擇咗錯誤走入咗罪惡嘅迷途之中，佢嘅結局係凄慘要人哋從呢個猶大嘅身上睇到呢個凄慘嘅結局而有所警惕好好嘅思量。咁呢一塊田，大家睇到佢用作惡嘅工價買了一塊田。馬太福音又唔係咁記喎，係點啊？佢將嗰啲錢點啊？調翻去聖殿裏邊佢自己去上吊喎。而嗰啲祭司們點啊？佢話呢啲錢係邋遢嘅，唔可以拎翻入去庫房去存嘅。咁我哋又唔能夠收，咁點啊？唯有利用猶大嘅名字點啊？買咗一塊田。所以呢塊田喺呢度就寫明佢係用佢作惡嘅工價買嘅。咁問題喺呢度，而家我哋睇下猶大捉拿耶穌結果就係肚破腸流。而家我哋睇第19節，佢話住在耶路撒冷的眾人都知道這事，所以按着他們那裏的話，給那塊田起名叫亞革大馬，就是血田的意思。咁你睇下，路加喺呢度將呢塊田嘅名字講出嚟，但係第一佢寫住亞革大馬呢幾個字咧，應該係亞蘭語嘅名字，因為路加寫路加福音主要係俾咩人睇啊？俾希臘人睇，曉講希臘話嘅人睇
所以喺度佢要將亞蘭文嘅呢個原文嘅意思要解釋俾人聽，唔係人哋都唔知道係咩嘢，所以佢嗰度話明係血田。咁住喺耶路撒冷嘅眾人都知道呢件事，即係話猶大賣耶穌以後死亡呢啲祭司同佢買咗一塊田，而家呢就係點啊？唔係用猶大嘅名嚟起喎，原來係佢得嘅罪惡嘅公價嘅錢，應該係點啊？你買物業梗係用你個名啦，係嘛？因為而家唔用猶大個名，只係叫做亞革大馬，成為血田。而呢塊血田愛嚟做咩用？因為猶大冇葬喺呢度而且係留俾咩人用㗎？留俾嗰啲外鄉嚟到耶路撒冷冇地方安葬嘅人嘅公眾嘅墳地。但係點解叫血田啊？因為嗰啲係血腥錢買嘅係流無辜人嘅血嘅公價買嘅，所以啲人叫佢做血田。而且喺呢度亦俾我哋睇到亦因為猶大將耶穌出賣，以致耶穌在十字架上流出寶血以致我哋能夠得赦罪，得永恆嘅生命。呢個就係血嘅象徵一方面係睇到佢係流無辜人嘅血，流咗耶穌嘅血，但係呢個卻成就咗咩？神嘅永恆嘅救贖計劃。我哋再睇第20節，因為詩篇上寫着說，願他的住處變為荒場，無人在內居住。又說，願別人得他的職分。呢啲就係舊約詩篇裏面對猶大賣主結局嘅預言嘅應驗。而家我哋睇願他的住處變為荒場，我哋嚟睇下，佢係出自詩篇，應該係69篇，我哋睇下係咪？詩篇69篇詩篇69篇25節，願他們的住處變為荒場，願他們的帳棚無人居住。原本田地係愛嚟做咩㗎？愛嚟耕種被人居住嘅，而家卻係無人居住，只係愛嚟葬咩？葬死人，成為一個荒冢林立嘅地方，係冇活人居住嘅，係死人居住嘅地方。但係第二句呢，願別人得他的職分，我哋又可以睇係詩篇109篇。詩篇109篇第8節，願他的年日短少，
願別人得他的職分。猶大應該係精壯之年，卻走上自殺之途，所以佢嘅日子係咩啊？短少嘅。而家願別人得他的職分，彼得喺呢度特別強調呢件事，就係因為猶大呢個使徒嘅職分，佢已經點啊？唔可以繼續落去，需要由別人嚟去承擔佢遺留落嚟嘅使徒嘅職分。因此先至引出下邊呢一段嘅經文，就係揀選馬提亞呢段嘅經文。我哋睇21節，佢話：所以主耶穌在我們中間始終出入的時候，就是從約翰施洗起，直到主離開我們被接上升的日子為止，必須從那常與我們作伴的人中立一位與我們同作耶穌復活的見證。可能彼得喺呢度想起耶穌曾經對佢哋嘅應許，曾經對佢哋應許係咩啊？當耶穌再來嘅時候，佢哋點啊？可以與耶穌點啊？一同作王，坐在12個寶座上點啊？審判以色列家嘛。而家得11個，咁耶穌嗰個應許，咁咪有一個人冇得妥，對唔對啊？所以想到耶穌選召12個門徒，係應對以色列民嘅咩？12個支派，而家缺少了一個，耶穌嘅心意不符合，所以要補上一個，11要加一。而家啲世界上嘅開嗰啲咩國際會議，由3+1，由8+1係嘛？而家11要加多一個，係滿足基督最早嘅心。所以呢個要被選立嘅人有咩條件？有咩條件？係要呢個人能夠經常與耶穌一同作伴嘅人，從施洗即係約翰施洗起，直到主離開被接升天的日子，嗰度有幾耐啊？3年半嘅時間。咁即係話呢個人起碼喺呢段時間裏邊曾經跟隨過耶穌